一般人搞不中哪会去医院本人的感觉也如係個人熟嘅哟。從細路卡如係去醫院嘅設計師齊景田，因為自細可能阿公阿爸同病人看病，每日睇醫院出入醫療器材睇也冇做頭度呢，有冇同樣嘅感受同溫度，而用個輕鬆好高嘅心情，同醫療器材變做個奇妙嘅設計產品。台中東市客家莊清有歷史嘅醫院東海醫院也變做也設計品牌。結婚過後，也老公路卡去做茶廠冷腔壓杯，金屬冷腔也變做一個靈感來源。向下來認識一個對生活當中發現美感、為土地和個生活來講故事嘅設計師齊景田。嘅設計師其中痛下，喺台灣設計師組展現耐久有嘅設計能量。其中一個對台中東市來嘅客家設計師齊景田，主要係做語言藝術創作，不同包含英文樂台嘅，人看到就會能記下。使用比如，而從其使用嘅嘢片面，用無同樣嘅差別亞調來改變心情，歡喜面對亞調有演呢。就是說，因為現在你吃藥都是那種塑膠的瓶瓶罐罐，那我要把它設計比較精緻一點。然後，比如你的藥水倒在這裡，然後你的藥丸可以放在這裡。那像這個的話，就可以把它當水杯這樣，然後就有點像飯後甜點的感覺，對。就那你在吃藥的時候，可能心情就會比較好，就我等着，吃飽飯我要吃飯後甜點。台中東市最有歷史嘅醫院東海醫院，就係齊景田嘅路卡。一般人唔係無法度唔將佢嘅素材，撒喺以高料嘅場所。嗰所對一般人來講，冷謝謝嘅醫療器材，睇齊景田嘅無主投降，有無同樣嘅感受，加熱輕鬆好高嘅心情。醫療器材又係無同樣嘅溫度，唔會安定人講。其實最早這個原型的想法是從我阿公跟我爸爸的看診的桌上，他們就有類似像這樣的，然後會放壓舌棒，或者是溫度計，或者其他一些那種小的工具，然後把它重新設計，然後我希望它變成像一個花器。但也有人他會想買回去當筆筒，其實它是蠻開放的啊。那當然你也可以去講，就是說，假如說是在喝咖啡，你可以放糖或奶精啦。對，就是它有，其實讓大家去應用嘛。其實煮這個咖啡真的是幾乎在我們家是每天早上都要做的事情。家中小比咖啡比，比上空有6種咖啡配方同比例，按你好啉咖啡嘅人，輕輕鬆鬆就調配出各種咖啡。那咖啡杯的話，就是它一樣像燒杯的概念嘛。然後，它就是我們這邊把它設計有6種可以喝咖啡的不同比例，比如說什麼拿鐵啦、卡布奇諾這樣。那這個是延伸到我們其實之前就是也有設計過一組在講咖啡上癮這種事情，就是很像吃藥一樣啊。有人他就是每天一定要喝咖啡，所以在講這個狀況啊。那只是說再把它放到更生活一點，這樣。該生活嘅設計來從台灣設計師組嘅民眾看到無主就會見，很能留錢推業買歸路卡。我覺得它讓我想起了以前的那個在做實驗的那個時光，然後加上就是這個概念其實是有點幽默，然後一看就明了，然後對於喜歡喝咖啡的人，我覺得都會很想要買來就試一試這樣。結構以有上初見藝術上嘅，齊景田用燒烤嘅方式，同而變作人為去注意，看過實物前期用品嘅下邊。因為一般家裡可能都會有醫藥箱，然後其實大部分人其實不會，你如果沒有受傷，其實你不會特別去注意它。
所以我们想要设计用医药箱，让别人好像不会特别被注意，可是其实我们这个箱子里面是放一些比较私密的物品，对，可能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或者比较情趣的东西这样。此件店内设计创作团员生活体验有改善的关系，因为老公陆客係做茶廠冷氣業，依家講對技術冷氣的熱情而持到佢感動，嗰所也條冷氣未變做而創作嘅靈感來源。女孩子常常会有个动作，就是手会放在脸旁边，然后只是觉得戒指通常都是装饰品嘛。那如果这个动作刚好就在耳朵旁边，然后那时候也看到我公公就是他车的这个耳鼻喉科用的这些那个小的那种仪器，就是这个造型其实还蛮吸引我的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把声音这件事情跟戒指把它结合，所以我就设计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饰品。它是中心点那，它是要3等份嘛，3等份，然后你要钻两个洞哈。依家講要金屬加工方面的專業，咪係此件田設計產品的世界最好的顧問。創業嘅經典款正表示不會專項嘅加工，就係糖嘅依家講富春田的建議，變到韓國簡單好加工。每年都有在做这个是10本那个夹子吗？笔记本。对啊，它本来是用那钻孔啊，还有那个六面的，还要冲，它动作很慢的。那我设计一个很简单的模型，是这样，要钻这个洞，还有那个冲六面那个螺母，需要这个钻头。然后那个先钻下哈，再冲这个6角。我们自己会先去做一个打样一个 sample， 可是就是我会像我公公下班的时候，我就会把他拦住，就是请教他，就说如果我们要怎么样加工会比较方便或者比较好加工这样。那当然在前置我们还是会自己先去做草模，因为草模主要是要看好不好看，那确定这样的比例是好的时候。那我才要知道說，那我這樣的金屬要怎麼加工？對2002年提議研判展覽，韓國天愛做創意商品團結研實批創意嘅設計，到今已經10年咧。可能設計也條路，此間聽講認真堅持以潛到嘅力量。也許剛開始你也看不出來到底能不能養活你自己，可是慢慢的就是你如果持續去做一些你相信的事情。然後你會發現有一些跟你一樣相信這些事情的人會加入這個領域，這樣，因為你只要持續的一直去做，你才會被別人看見，那別人就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麼。花時間來思考問題製作，此件甜唔求價，唔求做多，兼也健康，兼累積經驗。東海醫院我會把它當作是一個品牌的方式去經營它。那我們可能持續的會有一些不同的主題的商品這樣產品，然後在另外一部分就是說我還是會喜歡實驗性的創作，去了解一些材質。所以像我現在在三重這個地方。就是我周遭都是各式各樣的工廠，我會希望就是說更了解他們這些老師傅身上有的那種智慧，然後可能可以讓我的設計更豐富吧。醫院杜紅神路平時嘅生命過程，茶廠加工無數工人嘅工作態度同精神，此件田路做的對亞當中發現敏感，用到作品杜紅。要做一個廣闊嘅設計師，用創意來轉化，為大家看到現實中嘅土地上感動人嘅故事。